我以前年會講，你客家咩講，嗰種示範嘅，我上去做嘅話，我上去做到下發拍嘅，做啲本啲老人家，做啲有啲學生，做啲類配牌機樣嘅咧，所以呢，我是老當時推廣上將呢，我就嚟講，好啊，剛開始做隻節目好嚟啦，你老啲老人家來打嘴鼓，升旗。按包圍，我當記得我第一擺做現場節目嘅時節，寫了差唔多5張嘅主日，5張，基本上講埋寫5張，寫靚唔靚？因為完全冇經驗嘛，寫靚唔靚？照本宣科，咁2點鐘嘅節目，結果呢，咁5張唔啱聽嘅時節，8點鐘嘅天。用架沙，用架沙，播主啊！哦，哇！嗰時間咯，假使嗰5張很丟臉嘅話哦，哇！嗰正經下播呢，嗰正經下播，嗰唔記得留意咯。哦，嗰正經我提一擺，嗰時咧哦，嗰是照本宣科，就講飲，咩啊？所以講你啊，正經我提一擺，第一擺做時間當然咗。後來冇想到，哇！接配音接到幾嗬高端嘅呢啲管咯嗬。是，嗰時間呢去年我改啲翻譯，啲翻譯當然啦呀，我剛才你按到好溫柔啦，佢這個有同寫做啲呢類互相交流，兩個是做啲啲啲錄音家當中學習到當到，你下曉沙下唔啲嘅地方。所以我兩隻嗰些佢提嘅節目就係青春歡樂派、青春歡樂派，日子讀緊，喊係青春歡樂派。哦，名係冇改，完全冇改，完全冇改。2012年來講節目還係按照青春歡樂派，還係冇改變。很像你的整個人的給人的感覺，